喺沙田你要揾半新樓，仲要係低密度新鴻基，真係一啲都唔容易，而且仲要望出去一片綠油油嘅翠綠山景，就更加難能可貴。今日帶你哋參觀龍柏山 Queen Tower 2嘅中層 C 單位，實用面積1043尺，3房1套加儲物房同工人套戶型。長方形嘅客飯廳開即落地玻璃，採光十足，可見客廳位置放置咗大型嘅家具，都仍然有好多走動嘅空間。客廳連接住飯廳，放完張大型嘅6人圓餐台同餐凳之後，仍然可以喺兩邊放置大型嘅儲物櫃。睇完之後，你就會明白到點解咁多人鍾意揾新鴻基嘅樓盤。再同大家參觀睡眠區，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套房，業主將佢稍為改動，令到房間嘅實用度大大提升。設計師將儲物房改成衣帽間，以茶色玻璃設計襯托翻發展商預備嘅衣櫃。衣帽間連接住主人房，放完 King size 大床3邊落床之後，仲可以兩邊放多個床頭櫃。所有嘅房間都係做到廳房同山，私隱度極高。而主人浴室以白色雲石配搭木紋飾面儲物櫃，乾濕分離名次設計。而另外2間客房都係間隔方正，以落地玻璃設計，望住翠綠嘅山景。喺呢一度唔單止主人浴室係名次設計，連同客廁都係一樣。廚房佈置咗兩邊嘅工作台同櫥櫃，有足夠嘅備餐區俾你大顯身手。放置完4門大雪櫃，都仲有足夠嘅位置走動。保姆間連接住廚房。如果你都想感受呢一份繁華中帶俾你嘅寧靜，就喺評論區留言大師，即刻關注我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香港唔同嘅單位。